咁有啲我哋覺得冇所謂嘅生活習慣啦，其實每日都係做偷走健康，你以為係舒服，身體覺得係負擔。好多老友記到咗出事先發現，但其實早有跡可尋。今日呢，我哋就逐條講清楚。朝早唔食早餐，飯後即刻瞓低，成日飲料又中意翹腳。你有冇試過食到10成飽，中意食熱嘢，成日坐住唔喐？呢啲睇落好平常嘅動作，其實每日都喺度影響緊血管、腸胃同關節。仲有啲人一日飲唔夠幾杯水，餐餐都愛食油膩嘢。呢啲習慣加埋一齊，就係拖慢身體運轉嘅元兇。咁佢哋身體就好似一部機器嘅，你點樣對佢，佢就點樣運作。唔食早餐會令到血糖低，成個人冇晒精神，甚至頭暈。成日食油膩嘢會令到血脂高、血管塞、心臟負擔會越嚟越重。飲水少會令到血濃過稠，仲會傷腎同引起便秘。食熱嘢會刺激食道黏膜，長期會有發炎風險。飲料傷膀胱，仲會引發尿道發炎同結石。翹腳會壓住條腿嘅血管，坐得耐會麻痹酸痛，連脊椎都受影響。食得太飽會加重腸胃負擔，容易積聚脂肪。食完就瞓會消化不良，脂肪堆積仲會影響瞓得唔好。長期唔喐會令骨質疏鬆、肌肉萎縮，免疫力都會跌。每個習慣睇落微不足道，但係加埋一齊就係健康嘅大敵。健康嘅生活方式唔係限制自己，而係為晚年留低更多自在嘅空間。早餐就算淨係食片麵包、飲杯豆漿都好過唔食。食嘢要清淡啲、慢啲，唔好咁熱，7、8分飽就夠。記得定時飲水，有尿就去廁所，唔好忍。坐得耐咧就企起身行2步，喐動下先可以保持到肌肉同埋骨骼健康。食完飯唔好即刻瞓，行下消下滯先休息啊。每日簡單喐下、散步、打太極、做下操都得，保持到血液流通，身體自然輕鬆啲。從今日開始留意返自己嘅小習慣，改一個得一個。健康係日日積落嚟嘅，不過身體好咗，自己過得舒服，屋企人都唔使擔心。記住個健康唔係靠運氣，係靠每日嘅小選擇。